我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開始今天嘅聚會，請大家起立。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我哋同心低頭嘅禱告。祈禱係奉靠我主耶穌基督聖名而求，阿門。請大家仍然站立，我哋一同高聲唱：擁戴我主為王。擁戴我主為王，先高在寶座上。是壓到群響，我領促成同唱，眾主為我受傷，歡呼他為至大君王，千秋萬歲無疆。擁戴我主為王，他是仁愛之王，他受他作肋旁受傷，今應顯明天上，何等奇妙奧秘，出榮美光芒，天使驚喜不敢仰視，一同俯首頌揚。主為王，他是和平之王，普天之下戰爭停息，和平統治四方，遍地途中承揚。世榮昌，美花環繞，親手上築，多多歷久芬芳。擁戴我主為王，他是萬世之王，宇宙天體乃主創造，永美無可比量，齊來頌讚救主，你曾為我受死，讚美之息永不止息，永遠感恩不已。請坐。以下我哋唱呢首詩歌《如此認識我》。誰像你如此認識我，在我四周前後環繞我，我奔跑，我躺臥，我坐下，我
清楚。年月有如閃電飛過，但你的手從未離開過。看春光，看豔陽，看落葉，看冰河，你右手中晝夜扶持着我。我在地上年日，你已經數算過，你心底的意念如海沙那麼多。我在地極與天涯，仍舊看顧着我，這高深的愛可測得透麼？迎面障礙雖避不過，但我有主同在，能衝破。有北風，有巨浪，有禍患，有艱難，我藏身主蔭下，昂然步過。以下我哋由詩班為我哋獻詩，我哋獻嘅詩歌係《耶穌的愛》。
而家係讀經嘅時間。今日嘅經文喺出埃及記12章31到42節，我哋大家一齊誦讀。夜間，法老召了摩西、亞倫來說：起來，連你們都帶以色列人從我民中出去，依你們所說的去侍奉耶和華吧，也依你們所說的，連羊群、牛群帶着走吧，並要為我祝福。埃及人催促百姓，打發他們快快出離那地，因為埃及人說：我們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沒有酵的生麵，把團麵包在衣服中，降在肩頭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話行。等埃及人要金器、銀器和衣裳，耶和華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給他們所要的，他們要把埃及人的財物奪去了。以色列從蘭塞起行，在疏割退，除了婦人孩子，步行的男人亦要60萬，又有許多閒雜人，並要羊群、牛群和他們一同上去。他們用埃及來的生麵烤成烤餅，連生麵仍沒有發起，因為他們被催逼來去埃及，不能耽誤，也沒有為自己預備什麼食物。以色列人住在埃及有430年，正滿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華的軍隊就從埃及地出來。這夜是耶和華的夜，因為耶和華領他們出了埃及地，所以向他謹守，是以色列眾人世世代代該謹守的。今日有黎家仁牧師講道，講題係新路、新挑戰、新生命。
大家早晨啊！喺80年代咧，有一個日子咧，我好難忘啊！咁咧就我唔記得咗係邊一個80幾年啊，但係香港一啲電視台咧就去追住一啲小朋友跑快跑，咁究竟係快跑啲乜嘢咧？原來咧俾香港政府咧容許嗰啲私藏嘅冇身份證嘅小朋友咧有一個特赦機會，俾佢哋可以攞身份證喺香港居留。咁呢個時刻咧，啲記者又追住啲父母又抱住啲小朋友咧要去人事登記處登記，係千鈞一剎那嘅時間。其實一啲好特別嘅位置或者時刻咧，我哋會沒齒難忘啊！咁我最記得嘅就係我自己喺即係1973年喺中國落嚟香港咧，喺嗰個羅湖口岸嗰度咧就等咗成日啊！咁又肚餓又口渴，咁嗰陣時淨係9歲人仔，咁係好特別。但係我冇向我爸爸扭計，咁我知道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咁香港亦都有一個好特別嘅日子啊！咁人人都以為香港咧係1997年係最特別嘅日子，咁其實唔係啊，唔係。香港最特別嘅日子咧就係喺啱調轉1979年。咁1979年係咩日子咧？咁就我哋嘅總督，我哋港英時代嘅總督，或者係我哋最偉大嘅總督，叫做麥理浩，Murray Malloy。佢係好特別，佢去訪問中國，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嘅第一個官式訪問嘅港督。咁之前有一個叫郭亮雄，咁郭亮雄嗰陣時唔係官式訪問嘅。郭亮雄咧係啱從民國轉咗共和國之後咧，就去南京，即係民國時期嘅首都。一個好私人嘅拜訪，咁麥理浩去到做乜嘢咧？咁我哋又唔知，我哋香港人都蒙在鼓裏。原來咧要傾一啲嘢，傾啲乜嘢咧？就係因為我哋咧香港島賣地咧就係999年期嘅嚇，九龍半島或者新界應該九龍半島界限街咧就99年期嘅。咁我哋呢度好多人都做業主啦，係咪？知唔知北美嘅年期係幾多啊？唔知係咪？無限嘅，即係你夠長命嘅話，你一路住嘅。北美嘅賣地係無限嘅。咁99年期，咁就算99年期咧，都有一個難度噶嘛。咁去到1997年之後嘅新界租約滿咗之後，咁點咧咁樣？咁當其時咧，有個大律師。佢個名叫做羅德成，大家應該聽過係咪？咁佢就喺Mark Roberty 嗰本書裏邊咧記載到佢乜嘢咧？佢話：唔使講啦，不如咧我哋照賣地就照賣，唔同大陸傾咪得咯咁樣。咁我哋基督徒嘅英國政府或者基督徒嘅香港政府咧係唔吃呢套噶嘛，好守承諾噶嘛。咁就要搞翻清楚。咁之所以麥理浩總督你就過去訪問，咁大家就知道後來就有區議會啦。咁呢個就係香港好特別嘅日子，1979年嘅3月24號嚇，3月29號就傾呢一啲嘢。咁後來當然有談判啦，係咪？咁呢個就係香港特別嘅日子。咁我哋睇翻。以色列人有咩特別嘅日子呢？咩重大嘅轉變呢？我哋講之前，我哋祈禱。上帝，我哋多謝你，你俾我哋能夠知道，你俾我哋嘅而家嘅境況係神你一早預備嘅。上帝，我哋知道你預備俾你嘅選民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你帶領佢離開埃及，步出呢個要為奴嘅地方、幽暗嘅地方。神你嘅恩典真係厚厚嘅，你俾我哋個人都有特別嘅日子，因為你喺我哋有意識、有認識嘅時候，
或者係知懂事嘅時候，去相信你，去悔改，去認耶穌係我哋嘅救主。呢個日子係我哋生命嘅轉捩點。我哋多謝你，垂聽我哋嘅禱告，奉主耶穌名求，阿門。出埃及記呢係一卷好特別嘅書，特別嘅地方呢，有幾大元素嚇，幾個信息係救贖啦。救贖又提到嘅話喺我下來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啊，3章第8節嘅。跟住第6章第6節佢話救贖你們脫離他們的重擔，不作他們的苦工。越過啦，越過係出埃及記第12章最重要嗰段啊，亦都之所以叫出埃及呢，就係第12章成章。今日咧同大家睇出埃及記第12章裏邊一啲好關鍵嘅時刻。佢話他看見12章第23節，他看見血在門楣上和左右門框上，就必越過那門，不容滅命的進你們房屋，擊殺你們。第12章27節，越過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們國家，侍奉啦。神話我必與你們同在。3章12節，你們必在這山上侍奉我，同住。25章第8節，使我可以住在他們中間。呢一卷書，呢一個俾我哋睇到一個新路，係由出埃及開始。我哋嘅新路由我哋嘅信耶穌開始。呢個新路係話俾我哋聽，與以往不再一樣。我哋俾好多嘢鉗制、轄制，好多隱癖。我哋成為呢啲隱癖嘅奴隸、鉗制嘅奴隸，或者好似更加具象嘅就係以色列人喺埃及為奴嘅情況一樣。咁究竟以色列最關鍵嗰一年嗰一日係邊度呢？就係佢喺埃及停留咗430年嗰一日，滿430年嗰一日。咁呢個就係離開為奴之地嘅時間。呢個大轉變呢，就係話俾我哋聽，佢哋邁向一個新嘅步伐。根據列王紀上嘅第6章第1節嘅推算，呢個日子咧係公元前1445年。1445年呢個就係讓我哋睇到每一個喺埃及嘅人嘅以色列人遭受歧視壓迫嘅人喺呢一日呢一年裏邊就係得到自由。我哋嘅得到自由係幾時呢？我哋轉念信耶穌嘅時間，離開咗埃及，走出我哋嘅新路。但係呢個新路又唔似係完全陌生，係古老嘅新路。創世記第12章第13章講到佢哋嘅祖先亞伯蘭係點樣喺埃及，但係亞伯蘭係點樣離開埃及，係因為佢將佢太太當做妹，呃咗法老。但係成個過程裏邊係好多同而家嘅路係相襯相配嘅。創世記第12章第18節，法老就召了亞伯蘭來。出埃及記第12章31節就話，夜間法老召了摩西亞倫來。
創世記第12章19節話可以帶他走，呢、個他係撒拉。出埃及記12章30節話連同牛群羊群帶着走。創世記12章20節話他所有的都送走了。出埃及記第12章33節話打發他們快快離開那地。創世記第13章第1節話從埃及上南地去。出埃及記12章37節話以色列人從蘭塞起行往疏割去。創世記13章第1節話與羅得並一切所有的都從埃及上南地去。出埃及記12章38節又有許多閒雜人並羊群牛群和他們一同上去。創世記13章2節話亞伯蘭的金銀牲畜極多。出埃及記12章35、38話金器銀器和衣裳並有羊群牛群。創世記13章4節話也是他起先築壇的地方，又在那裡求告耶和華的名。出埃及記12章4節19章下逾越節。呢、個對照講到啲乜嘢俾我哋聽呢？講到俾我哋解經家話呢、個亞伯拉罕嘅埃及之行故事好短，但係預表住佢嘅後人出埃及嘅事實，亦都讓讀者認識上帝喺過去點樣恩待佢嘅選民，而家都係。今日我哋重行亞伯拉罕甚至以色列人嘅舊路嘅新行，讓我哋睇到好似希伯來書所講嘅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呢、個喺12章第1、第2節佢提到耶和華在埃及地曉諭摩西亞倫說：你要以本月為正月，為一年之首。拯救嘅開始就由全新嘅曆法計算開始。神唔單止叫我哋脫離捆綁，俾我哋一個新嘅起點，亦都係呢個救恩，亦都係佢立即嘅行動，以至到佢唔係去改我哋嘅年號，而係改我哋嘅月份。喺公曆嘅3月、4月，我哋叫做亞比月或者尼散月，係一個國家嘅開始。咁大家就明白復活節、逾越節點解年年都唔同嘅，就係根據猶太曆。31節提到夜間，呢個夜間陣間我哋會再講。喺29節、30節都有提到。29節到了半夜，30節夜間都起來了。呢個夜間嘅重要嘅情況係乜嘢呢？呢個前邊嗰個夜間係埃及嘅滅頂嘅時候，因為第10災殺長子，包括牲畜同埋人，係審判嘅時間。法老驚啦，所以對於選民嚟講，呢個夜間係一個新開始，係堅固我哋信心嘅時間。32節，也依你們所說的，連羊群牛群帶着走吧，並要為我祝福。大家以為法老悔改，其實唔係，原來係認輸，唔係悔改。
知道後來容許佢哋走，都追到佢哋去紅海邊，都有追兵，你就知道佢係只係認輸。佢喺之前曾經有前科，第8章第8節，請你們求耶和華。第8章28節，求你們為我祈禱。法老喺嗰點悔意裏邊都明白認識我哋嘅神係幾咁偉大，但係9章27節佢都再講，10章16至17節繼續講。但係我頭先講過，佢及後放咗以色列人離開，但係去到紅海邊，佢一樣照追，以至到有紅海分開嘅故事。神領亞伯拉罕行呢個古老嘅路嘅時候，再次讓摩西再次帶領以色列人走離開埃及。喺我哋生活嘅裏邊，其實唔係淨係決志嗰下又係分水嶺，信咗主可能都係有好多糾結住我哋嘅難題。我哋一樣米有百樣憂，我哋有好多我哋自己數不完嘅憂慮。今日社會有啲地方一無所缺，不過滿載住憂傷、抑鬱、焦慮。但係我哋縱觀或者係橫觀另一啲地方，一無所有，但係呢啲人有攞唔去嘅快樂，因為有耶穌同行。如果話出埃及係一個分水嶺，咁信主都應該係我哋嘅分水嶺。咁信主之後，仲會唔會帶住呢種情緒？呢種情緒係咪繼續連繫到我哋信主之後？世界上最短嘅祈禱係彼得喺水上嘅祈禱，佢嘅憂慮、焦慮都喺裏邊。主啊，救我！耶穌講：小信嘅人，小信嘅人啊，攬住自己冤臭嘅嘢，點能夠可以倒空自己去見呢個滿有喜樂嘅上帝呢？新嘅路叫做新路，其實唔係新路。耶穌基督嗰張 rain check 2000年前已經寫咗喺度。因為叫做新路嘅原因係因為我哋有呢個醒覺悔改。我27歲信耶穌，我都悔恨當初，點解唔早啲？我哋就算係生命嘅最後一刻，新嘅路或者新走嘅老路，都係時刻有效。我哋見啲人遲返屋企，以前嘅父母就話：唔天光先至返嚟。神唔會講呢句，神話幾時都唔會遲。去到33至到41節，我哋會睇到走出咗新路啦。但係唔好忘記，唔係個個都係悔改信主嘅。離開埃及嘅人又唔係個個都係以色列人。點解會咁嘅呢？因為同為喺埃及做奴隸嘅就唔單單淨係以色列人，仲有其他民族。咁大家趁熱鬧，咪一齊出去咯。聖經形容呢啲係咩人呢？38節，又有許多閒雜人
呢啲閒雜人就係嗰啲唔係拜上帝嘅，佢哋只希望脫離呢個做奴隸嘅光景嘅。有人認為，有解經家認為呢啲人呢，其實係愛世界嘅，或者係偏向追求肉體滿足嘅。我哋喺新約裏邊受嘅教導，點能夠愛馬門又愛主呢？點能夠愛上帝又愛馬門呢？有解經家就將馬太福音13章24至30節當中嘅稗子相提並論，呢啲閒雜人。馬太福音13章24節，耶穌又設個比喻對他們說：天國好像撒好種在田裏，好像人撒好種在田裏。及至人睡覺的時候，有仇敵來將稗子撒在麥子裏，就走了。到長苗吐穗的時候，稗子也顯出來。田主的僕人來告訴他說：主啊，你不是撒好種在田裏嗎？從哪裏來的稗子呢？主人說：這是仇敵做的。僕人說：你要我們去號出來嗎？主人說：不必，恐怕號稗子連麥子也拔出來，用這兩樣一齊長，等着收割。收割的時候，我要對收割的人說：先將稗子號出來，捆成捆，留着燒；唯有麥子要收在倉裏。好多解經家將呢一個閒雜人稗子套入去我哋啲 hea 做嘅基督徒。不過去到41節又提到耶和華的軍隊，呢度講出嚟唔係走難，唔係逃亡，係被神所召，成編整成隊，有目的嘅去敬拜侍奉神。呢度嘅軍隊係形容佢哋嘅行動並非雜亂無章，唔係有條不紊，秩序井然。耶和華嘅軍隊就係接受神嘅管理，跟着神嘅走嘅團體。喺舊約裏邊係以色列人，喺新約裏邊係教會，係你同我。耶和華軍隊喺屬靈嘅爭戰上邊，唔係攞住屬地嘅去得勝，而係跟從主而得勝。因此，以色列人唔係逃難，而係敗壞埃及一切嘅神，得勝地離開埃及。呢個好重要，呢個對於我哋好重要。12章12節提到，佢話：因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一切頭生的，無論是人是牲畜，要擊殺了，又要敗壞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華。想同我哋講，係啊，喺埃及受苦啊，喺竹木國家受苦啊，喺鐵木國家受苦啊，出嚟嘅係得勝，唔係走難。好啦，既然有耶和華嘅軍隊出嚟，既然有閒雜人出嚟，中間嘅挑戰就嚟啦。
牧師，你間教會好唔掂喎？你間教會好唔掂定你唔掂先？摩西係神所選嘅，摩西面對緊嘅呢幾十萬人，或者有人估計係大約200萬人，既有閒雜人，又有耶和華嘅軍隊。咁呢間教會掂唔掂？要有耶和華嘅軍隊，亦都有耶和華嘅軍隊嘅統帥。冇乜幾多人呢會自認自己係閒雜人嘅。我哋最近流行嘅潮語，廣東話叫做 hea， 佢哋國語人叫做躺平。就算躺平同埋 hea， 我哋都唔會話自己係閒雜人嘅，係咪？即係呢個世界上最大嘅不尊重就係同你講邊個咁樣講呢啲嘢，就係唔尊重。但係咧，我哋會喺我哋嘅忙碌裏邊咧，湮滅咗我哋自己。佢個人好忙㗎，唔好揾佢啦。我好忙㗎，你唔好揾我啦。所以咧，閒雜人唔係我哋去標籤人，亦都唔係我哋自願標籤嘅。閒雜人有啲特色嘅，就係有句説話叫君子動口不動手。不過閒雜人都係動口不動手，成日喺度評論，唔做嘢。帖撒羅尼迦前書講到，不做事就沒有飯吃。另外一個咧就係，你有冇祈禱啊？好少祈禱，不過好多批評。閒雜人嘅特色就係講多過做，講又唔係祈禱，唔係用個口嚟去榮耀神，係批評。咁邊個先至係耶和華嘅軍隊咧？咁自覺咧，我哋好多人都會覺得自己係耶和華嘅軍隊㗎，呢個好自然㗎。我係佢嘅精兵，我要做佢嘅精兵，我侍奉嘅係最 wonderful 嘅。但係咧，我哋留意一啲佢嘅特色，呢啲精兵嘅特色，常常以禱告為他侍奉嘅座標。做嘢侍奉人人都做。我哋數過咧，我哋自己教會咧，加埋英文堂咧，而家大約唔夠200人，即係我哋呢度100零人啦。咁英文堂大約40-50人啦。但係我哋侍奉者咧，侍奉者聽清楚啊，所有侍奉者大約有70至80人，咁即係好大比重㗎啦，唔係好多教會有㗎。第一個特點，常常以禱告為佢侍奉嘅座標，並且所以佢知道自己嘅召命，神 call 佢做乜嘢，唔係牧師 call 佢做乜嘢。第二，默默奉獻自己同埋自己所有嘅目標，只取悅於神。第三，唔會因為人事嘅轉變而停止侍奉。上次我中意嗰個牧師，佢辭咗職喎，咁我咪唔返呢間教會咯。你想返教會見牧師定見上帝先？唔會糾結於人事嘅關係上邊。我唔中意邊個，我連打招呼都慳返，唔會係咁。唔拘泥於侍奉嘅角色，有啲人係 nobody 嘅。Nobody 嘅人呢，你唔知咯。不過牧師會知咯。牧師會知道邊個奉獻咗。應該係牧師根本就連呢個都唔知奉獻嘅。嗰啲負責睇奉獻嘅人就知道邊個係無名嘅奉獻俾教會解燃眉之急。牧師會知道嘅邊個去煲湯送嘢食去俾啲有需要嘅弟兄姊妹。牧師知呢啲。牧師唔知邊個奉獻。耶和華嘅軍隊係有陣時係唔係喺鎂光燈下邊嘅，有陣時喺默默嘅耕耘裏邊嘅。
我喺呢度教會，我認識一對弟兄嘅夫婦。呢對弟兄嘅夫婦同我唔係好多近距離，因為其實大家有大家嘅侍奉。咁有一對喺埠仔翻嚟嘅夫婦，而家喺你哋當中啊，咁就想介紹我識嗰個弟兄，就介紹我識呢對新翻嚟Edmonton 入省嘅。咁我就好似唔係幾睬呢對夫婦。我諗翻起我都 guilty 啊。不過感恩而家呢對夫婦咧好侍奉，好深，好忠心。呢個弟兄咧喺我讀緊神學嘅時候咧，因為我哋神學生咧要幫 Red Deer 嘅華人教會講道，又偏偏咧我係不被開車行 highway 嘅，即係因為我屋企人就覺得我行 highway可能10條命都唔夠賠，所以咧我就要唔出得省嘅，我揸車唔出得省嘅，去機場係我最大嘅挑戰啦。咁呢個弟兄咧佢應承陪我去，佢應承陪我去車我去Red Deer嘅華人宣道會講道。講完道之後咧，我一心諗住同佢食餐飯啦，請佢載我一程啦。咁咧佢就我介紹過佢去一間大家知道即係downtown有間食蒸魚飯好食嘅即係我唔會喺呢度直播緊，我唔會賣廣告啊。咁我同佢食完之後，佢好享受，佢話你介紹嘅蒸魚飯都好食喎。佢幫我埋單。咁咧佢同我哋分開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咁最近我哋兩夫婦又請佢食飯啦，即係諗緊，哇！想當年你車我去講道，仲要請埋我食飯，咁我應該請翻你㗎係嘛咁樣？咁佢太太咧就搶住俾錢，咁跟住佢太太去埋去櫃面俾錢嘅時候，佢話：牧師師母，今日我哋無端端俾人請咗食飯，係第二個姊妹請我哋食飯。咁最近呢對夫婦咧。又接受咗我哋教會一啲新嘅侍奉崗位，好感恩。你會唔知係邊個？呢個係耶和華嘅軍隊。耶和華嘅軍隊係唔會俾你知道，或者你唔一定知道。咁我去到城西講道嘅時候，我話喺你哋嗰度我有一個女同工，今年80幾歲。其實呢度都有㗎。城南堂又有，呢度又有。我啲女同工個個都好大㗎，當然仲都係後生過我媽嘅。城西堂嗰個女同工介紹我同師母識一對姊妹，呢對姊妹就喺啟發課程裏邊信咗主。呢個女同工話俾我聽，佢哋城西堂關顧咗佢好耐。牧師，你帶人信主啊？你算不得什麼啦！人哋耕耘，人哋播種，人哋除稗子，我只係收割咋。佢有冇流淚撒種都好啦，起碼係我歡呼收割啊！呢個係耶和華嘅軍隊。我哋有陣時去到一個情況，會唔會由呢個軍隊變成閒雜人呢？有咁嘅機會，因為我哋做嘢冇人讚賞喎。我哋有陣時做嘢俾人批評喎，成日都做重複嘅嘢，會攰㗎係嘛？我想同大家講，你嘅背脊有幾多支箭啊？多唔多得過牧師啊？唔多得過。我哋究竟係要上帝嘅讚賞，定係要人嘅讚賞呢？記得因着愛而付出嘅關懷，係喺基督裏邊有獎賞，何必計較地上有冇人有感恩嘅心呢？第二，連摩西同埋主耶穌都俾人非議嘅時候，侍奉被批評，又何足掛齒呢？批評摩西嘅可拉一族後來嘅遭遇係點？睇民數記咪知咯。批評
主耶穌嘅法利賽人，佢哋係點？今日仲等緊佢哋悔改。每一個侍奉，如果喺裏邊揾到屬靈嘅味道、意義嘅時候，哪怕我係洗廁所。疫情之前有2位姊妹定期每逢禮拜2返嚟洗廁所，佢哋係耶和華嘅軍隊。另一個方面，閒雜人可能係啲初信嘅，因為佢唔識得侍奉，但係佢喺主裏邊成長嘅時候，佢能夠洗禮，佢能夠係從一個好小嘅侍奉開始，打個電話同人祈禱，為人祈禱。我哋而家都仲有5日晨禱台嘅，我哋7點半至8點半，係3個祈禱大聚會裏邊，剩翻呢個仲係喺網上嘅，喺 Bulletin 裏邊有燈嘅。佢哋係微弱嘅聲音，不過佢哋係耶和華嘅軍隊，從閒雜人變成耶和華嘅軍隊。我哋都有呢個轉變嘅契機。我哋把唔把握？我哋會唔會繼續 hea 做，繼續躺平，了無生氣？唔係人哋感覺到你，係你都俾人感覺得到。只有我哋繼續堅持正面，面對呢個逆境，呢個亂世，我哋就能夠係成為耶和華嘅軍隊。頭先講夜晚黑係法老嘅末日滅頂，而家42節佢話：這夜是耶和華的夜，因耶和華領他們出埃及地，所以當向耶和華謹守，是以色列眾人世世代代該謹守的。咁你又知道逾節嘅內容啦，就係嗰個晚上。今日讓大家讀晒成段晚上嗰個千鈞一髮嘅時刻，正如我開頭所講嘅，香港特赦嗰啲兒童嘅時候，係大家要趕緊去人民入境事務處嗰度登記。今日都係耶和華的夜，喺好多解經家裏邊形容呢個係守夜持守嘅夜，呢個夜係逾節整個晚上到天明，守護神所守護嘅歌山地，係讓佢哋嘅門有羊血，係唔會被滅。呢個新嘅生命由嗰晚開始，嗰晚開始，讓我哋踏上信心嘅路上，讓我哋唔會逃避舊有嘅困境，讓我哋進入蒙召嘅身份。12章唔係結束，係救贖歷史嘅起點，亦都唔係歷史嘅事實咁簡單，係屬靈身份嘅轉變。記得我決志嗰一日，記得我受洗嗰一日，唔係我嘅日記裏邊嘅一頁，係我嘅人生裏邊嘅轉捩點嘅另一頁。從奴僕成為軍隊，從被壓迫者成為神嘅見證者。救恩唔係私人嘅寶物，係要傳遞嘅記號。我唔可以圍爐取暖，淨係我自己呢啲圍威喂，出邊嘅人唔理佢。猶太人係咁，猶太人嘅猶太教就係攬實自己唔放。我哋領受新嘅使命嘅時候，我哋就知道耶和華起嘅聖殿都係為萬邦禱告嘅聖殿。我哋就知道耶路撒冷嘅遭逼迫走難唔係走難，係一個遠征去到我哋中國。1807年去到我哋中國，更加遠嘅世代去到我哋中國嘅開封，讓我哋知道信徒要紀念神嘅作為，亦都要教導後代敬畏佢。講到呢度，我同你哋講過，教會唔係得一種形態、一種形式。我喺度
思考緊點樣更好牧養新生代。而家唔係 Z、Y， 而家係 Alpha 嘅世代 ，Gen Alpha 嘅世代。讓我哋能夠真正走出呢個困局，呢個坐困愁城嘅困局。讓我哋喺前邊嘅路裏邊，我哪怕從前帶10個人有一個信耶穌，我請10個人食飯有一個人信耶穌，而家我請100個人我先至揾到一個人信耶穌，唔緊要，我哋繼續去做啟發課程。今年去到夏天會完，下年我哋繼續有。今日我哋有第5課，我哋仍然招收新生，幾時都係我哋向前。我哋知道離開咗埃及40年嘅曠野，唔係閒雜人就係軍隊㗎啦。我哋究竟想做軍隊定閒雜人？我哋使唔使等40年先至見到我哋有新嘅教堂？起教堂係咪一個表徵？求神開路啦，冇錢求神供應啦。神唔供應嘅話，10年20年都得。冇目標嘅話，民就放肆啦。我哋冇放肆嘅空間，只有緊守禱告嘅時刻，一齊祈禱。天父上帝，我哋多謝你帶領我哋能夠係走過圍路嘅地方，讓我哋成為得救嘅子民，更加成為軍隊。我哋一日唔 hea 做嘅時候，我哋就唔係閒雜人。我哋帶着你嘅愛去，唔係尋求感恩，去尋求嘅係更加傳遞下去嘅基督嘅愛。多謝你，你叫我哋成為愛嘅傳遞者。多謝你，你叫我哋成為你嘅軍隊。軍隊唔分男女老幼。我為我喺城西嘅同工感謝你。呢位長者，佢繼續孜孜不倦嘅去關心佢所關心嘅。佢見證話俾我哋聽，佢喺中年嘅時候命懸一線，你救贖佢，你叫佢走出呢個死亡嘅陰霾，讓佢能夠活到而家80幾歲。感謝你，佢用乜嘢嚟感謝你？佢用基督嘅愛嚟感謝你，回報你。求神你叫我哋能夠認識，能夠明白，經歷神你自己嘅愛，更加能夠傳遞你嘅愛。奉主耶穌名求，阿門。請大家起立。我哋所信靠嘅主係掌管歷史嘅主，佢掌管昨日、今日、明日。願意我哋用以下一首嘅詩歌回應神響我哋一生之中嘅看顧同埋引導。神你在掌管。着前路是迷亂像網一片，幾多挫折打擊，未明白造物旨意。我踏着細沙在海邊走過，晚風中心裏聽你聲。聽颯颯海風在寧靜細雨低訴，眺望滔滔海波在無言默默宣告，主浩大能力，海邊皆響應，每一刻變幻亦在你的旨意裏。神
神你在掌管，時間萬有空間，在你的手裏一切定有時。神我的一生，神你定有預備，魔計得失，只想你來導引。神你在掌管，時間萬有空間，在你的手裏一切定有時。神我的一生，神你定有預備，魔計得失，只想你來導引。好，我哋一齊重讀《使徒信經》1、2、3。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人，由童貞女瑪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門。讚美真神萬福之根，地上生靈當真主人，天上萬軍中讚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阿門。係同心領受上帝嘅祝福，願恩惠平安從父神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基督照我們父神的旨意，為我們的罪捨己，要救我們脫離這罪惡的世代。但願榮耀歸於神，直到永永遠遠。阿門。阿門，阿門，阿門。好，大家請坐。好，代表宣道會城北堂歡迎第一次嚟到我哋城北堂崇拜嘅朋友或者弟兄姊妹有冇啊？係點稱呼 ？Kelvin 係好，我哋歡迎你啊！仲有冇嚇？咁我哋都歡迎所有嘅弟兄姊妹同埋新朋友舊朋友。好，咁有一個報告咧，就係我要請阿師母上嚟先啊。牧師，你係咪想介紹個講座呢？係啊，呢個講座好似揮春咁樣，又福臨萬家，又百年好合。咁我想問牧師，咁點解我哋會舉辦呢一個嘅講座呢？因為夫婦關係咧係家庭好重要嘅元素。呀，咁其實通常講到家庭關係啊、夫婦關係嘅講座呢，好多時我留意到好似唔係幾多男士參加喎，點解呢？嗬？因為男人講究實用啊嘛。哦，咁你覺得我哋呢個講座實唔實用呢？嚇？好實用，
我哋睇到呢啲內容就知道啊。咁主要呢，其實係話俾我哋聽一個永恆嘅主題啊，持守啊，同埋呢個處理衝突啊，好多好實用嘅提醒。而且仲有呢，就係我哋由朝頭早一路到晚黑，咁唔單止係淨係講我哋聽，仲有夫妻嘅互動嘅對話。咁即係可以學以致用咁，係咪啊？冇錯。哇，咁真係幾實用喎！咁如果係咁呢，我哋真係好想弟兄姊妹參加。咁牧師講到朝頭早10點至9點，好似幾長，但係呢，因為我哋超濃縮，我哋將佢呢5個嘅題目放埋一日。咁其實呢係即係好難得，我哋有呢一個咁樣嘅講座啦。咁我哋呢亦都呢，我哋有弟兄姊妹，佢唔單止嚟參加講座，佢好願意幫我哋預備個晚餐同埋午餐，咁所以呢，我哋今次呢，下個日期呢4月11啦，星期六嚟嘅，咁呢，我哋呢收費呢，每人20蚊，一對夫婦即係40蚊啫，咁裡面包埋作業啦，同埋午餐同埋晚餐，所以係超值嘅嚇。咁我哋呢一個係我哋第一次舉辦呢個嘅聚會，咁希望我哋能夠藉住呢個聚會，能夠去幫助我哋更加喺夫婦關係裡面更上一層樓，更加嚟到去即係建立呢個關係。咁希望大家踴躍參加。唔該晒啊！好，跟住嘅報告呢，就係係啦，留意到呢，下個禮拜呢係我哋嘅差傳主日。我哋今年開始差傳主日呢，我哋唔會做網上直播。請喺網上直播嘅弟兄姊妹朋友記得一定要翻嚟實體崇拜啊！跟住呢，受難節崇拜呢，就係4月3號7點至8點，只係1個鐘頭嘅啫。我哋會分開中文同埋英文分開咗嘅。跟住呢，復活節浸禮聯合崇拜呢，記得係9點半。復活節浸禮崇拜係4月5號9點半，即係話英文嘅人要跟埋我哋嘅時間咁早啊！咁小組團契嘅侍奉者聚會呢，3月29日，咁係2點至4點，所有侍奉者都必須參加，亦都歡迎弟兄姊妹參加啊！跟住好重要嘅就係夏令會，今日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你仲可以交神料價錢，今日報名仲可以交神料價錢。如果唔住夜唔住晚，淨係參加日營嘅呢，請自己自行駕車，唔使需要交通接載，因為日營呢就唔會有交通接載。如果住宿嘅呢，教會會盡量安排啊。咁記得留意。咁會友班呢，5月3號、10號、17號呢，會喺主日學嘅時段，我哋嘅黃哲輝長老會同我哋上嘅。咁亦都記得4月7號至7月14號呢，有呢個三元福音倍進佈道嘅訓練，係逢禮拜二7點半至9點半喺教會舉行啊。咁要報名呢，就話俾 Alice 聽啦。福音樂韻呢，嚟緊禮拜二下晝2點，亦都有呢個福音樂韻，請大家留意。咁我哋繼續去到今個禮拜尾呢，我哋仲係繼續為到穆斯林嘅禱告嚇。咁而啟發課程呢，唔係啟發課程，Kairos 呢個把握時機呢，係喺呢個3月14號已經開始咗啦。咁就一路去到5月9號呢個國語嘅課程喺我哋嘅國語堂活泉堂啊。咁啟發課程呢，今日會係第5課。咁我哋每月都有第1同埋第3個主日午餐，請大家按時買飛嚇。咁大家都睇到我哋有頭先講咗有啟發課程有信主嘅，我哋將啟發課程嘅同學咧擺喺 lobby 咧，係方便佢哋容易入嚟啊，因為佢哋唔多返教會咧，佢哋要容易入嚟。咁其他嘅報告請大家留意，我哋默禱之後散會啊，跟住上主日學。